團體推出青年影子政府計劃，希望給予年青人一個用模擬施政嘅模式參與討論社會事務嘅平台。近年，本澳相繼有團體推出青年議政課程，希望增強青年參與政治嘅能力。但係新澳門學社就認為，本澳仍然缺乏平台俾青年發表意見。佢哋推出嘅青年影子政府計劃就係希望模擬施政模式，吸納16到35歲嘅本澳青年參與社會事務。一個假設，我哋係一個叫做執政者或者施政者嘅時候啦，咁一啲嘅政策可以點樣去行？咁就由呢一個角度啦，就係做一個研究出發，就為政府提供意見嘅。咁呢個平台係開放嘅，即係你即係無論你係任何團體嘅成員啦，咁你都係可以一齊參與，咁造成一個由青年為基礎嘅智囊。學社表示，喺形成穩定架構之後，預計每個星期都會舉行一次新聞發佈會，發表最新嘅研究結果同埋匯集嘅數據。佢哋預計最快會喺施政報告之前有所行動。而由學社製作嘅2012萬9公屋單位興建承諾實體版倒計時亦都正式揭幕，列明距離2012年剩低嘅時間、實際落成數量同埋實際入伙比例等。佢哋希望通過倒計時，俾市民共同見證監督政府履行2012興建萬9公屋嘅承諾。